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？话说到一半忽然卡住，走进房间却想不起来要做什么。明明手机天天用，转个身就找不到。多数人会笑笑说：“老了正常了。”作为一位老医师，我想温和提醒您，这不是一定要接受的命运，而是身体在告诉我们，脑袋需要更细致的照顾。大脑很像家里的水管和开关。年轻时水流又快又顺，年纪大了，如果少了保养，水就容易淤筑，开关也会卡一卡，多半不是坏掉，而是要被好好唤醒。方法不必复杂，重点在于每天做得到的小步骤，让脑袋重新亮起来。我是李建华，医师内科临床超过30年，这些年在诊间，我最常做的不是责备，而是陪长辈把日常的小地方慢慢调整，走路怎么走比较有效，晚餐怎么换更清爽，睡前怎么让脑袋安静下来。当步骤对了，很多困扰其实会悄悄好转。今天我会用最白话的方式带您认识10个护脑秘诀，影片最后也会送您一个每天只要3分钟的小秘诀，让护脑变成一件轻松可持续的事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在留言区留个记号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输入1；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。您的回馈能让我做出更贴近您的内容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先把3个最常见的观念厘清，您就会更清楚该怎么保护脑袋，把步子走稳。朋友们，在门诊里，我最常听到的不是病人的抱怨，而是一些看似合理的观念。这些观念让人掉以轻心，甚至耽误了保护脑袋的最佳时机。今天我要先带大家拆穿3个最常见的迷思。第一个迷思，健忘只是正常老化。很多长辈一边笑一边说，年纪大了嘛，健忘是应该的。其实偶尔忘记是小事无妨，但若经常发生，甚至影响到生活，就不是自然老化，而是脑袋在亮。红灯就像家里的电器，偶尔卡住还能用，但若天天不灵光，就需要检查维修了。第二个迷思，靠保健食品就能解决。市面上的健脑丸、记忆力保养品琳琅满目，广告说的天花乱坠，可是在医学研究里，多数产品没有确切效果。如果只靠吃药丸，却忽略了饮食、睡眠、运动，就像屋顶破了洞，却只拿水桶接雨水，结果永远治标不治本。真正的关键在于日常习惯。第3个迷思，动脑就是玩数、读或填字。很多人很自豪地说，我每天都玩数独，所以不怕失智。但您知道吗？当大脑已经熟悉游戏的规律时，刺激效果就大幅下降。这就像老是在走一条熟悉的路，走得再多也不会长出新的风景。大脑要保持年轻，需要新鲜，需要挑战，否则就会偷懒。朋友们，这3个迷思看似无害，却像是3把错误的钥匙，让我们怎么转都打不开健康的大门。要真正守护脑袋，我们必须先明白它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机制。下一段我要带您打开这一道隐藏的门，看看大脑里那套影响记忆与清晰度的秘密系统。刚才我们说到，很多人以为健忘是老化的必然，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脑袋里的一套隐藏机制。如果把身体比喻成程式，大脑就是最繁忙的中央电脑，每天有成千上万条讯息要处理，能量要供应，垃圾也要清理。第一个要理解的就是能量供应。大脑虽然只占全身体重的2%，却要消耗掉20%的氧气与养分。脑细胞不像肌肉可以忍耐一阵子，它一旦缺乏燃料，就会立刻当机。这就是为什么血管健康与血糖稳定会直接影响记忆力。第2个机制是废物清除。大脑在白天高速运转，就像工厂不停生产，
晚上必须有清洁队进场，把累积的废弃物清掉，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贝塔类淀粉蛋白。如果清不掉，它会像水管里的水垢一样，慢慢堵住讯息的通道。这也是许多失智症患者脑部检查时常见的堆积物。第三个重点是神经连结。您可以把脑神经想成无数电线，学新东西时就是在拉新的线路，不再使用时，线就会慢慢松脱。当我们挑战大脑，尝试新任务时，这些电线会重新缠绕，网络越织越密，脑袋也就更灵光。朋友们明白了这三个关键，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习惯帮得上忙，有些却是徒劳。脑袋不是一夜之间坏掉的，而是能量不稳、垃圾堆积、线路老化，三者长期交织的结果。下一段我要带您看看，当能量失衡最常出问题时，它会在生活中如何悄悄浮现，特别是和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关。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提到脑袋需要稳定的燃料，那么最影响大脑能量的就是我们每天吃的东西。很多长辈常说吃点甜的补补脑，其实这句话只对了一半。糖和精致淀粉，像白馒头、白米饭、蛋糕，确实能让血糖瞬间冲高，但这就像把一桶汽油倒进火里，火虽然大，但很快就烧完，留下大量废烟。脑袋长期在这种忽高忽低的血糖里运转，就会出现能量短路，记忆力自然越来越差。这就是科学家称的胰岛素阻抗，甚至有人把阿兹海默症称为第三型糖尿病。那么大脑最喜欢的燃料是什么呢？答案很清楚，慢慢燃烧的好食材，像是深绿色蔬菜、蓝莓、核桃、橄榄油、全谷物。这些食物就像稳定的柴火，能让脑袋持续运转，不会忽冷忽热。相反地，红肉、炸物、甜点、奶油、会像厨房里冒黑烟的煤炭，让脑袋被烟雾闷住。在近年的医学研究里，专家们甚至整理出一套护脑饮食 MIND 饮食，遵循德育严格，失智风险可以下降1半以上，就算只做到1半，也能降低约30%。这不需要什么昂贵的进口食品，重点是每天盘子里要有一份绿叶蔬菜，1点坚果，1点新鲜水果，每周至少1次深海鱼，把零食换成1小把坚果，就已经帮大脑灭火。我常告诉病人，每一口不是喂饱肚子，而是在决定脑袋的明天。选择了对的食物，就是在为脑袋添砖加瓦；反之，选错了食物，就是在火上加油。接下来，我想带您看看医学界的研究与专家的观察，他们怎么用数据告诉我们，好的习惯真的能替脑袋延寿。朋友们，医学不是靠感觉，而是靠数据说话。这几年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医学期刊《刺胳针 Lancet》提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报告，高达40%的失智症，其实可以透过生活方式来预防或延缓。这不是民间偏方，而是经过上百万人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。在台湾，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65岁以上的长辈，每14人就有1人罹患失智症。如果把这数字换算成社区生活，就代表一个小型社区里总会有几位邻居或朋友正在面对这样的困境。这并不是遥远的故事，而是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。台大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也曾公开提醒过，长期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抽烟或缺乏运动，都是脑袋提早老化的推手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年龄本身夺走记忆，而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在默默消耗脑力。我常在门诊里看到2种截然不同的对比。有些长辈虽然年过80，依旧能记得孙子的生日，还能谈起年轻时的故事，而有些人才70出头，
就连昨天吃过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差别往往不在基因，而在日常选择。所以，当我们听见40%可预防这句话时，应该感到欣慰，代表我们还有主动权。记忆力不只是天命，更是我们每天一口饭、一个步伐、一个心情所共同编织出来的结果。那么，除了数据与专家提醒之外，这些冷冰冰的统计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真实的人生故事？下一段，我想带您看看一位病人的经历，或许会让您更有感触。在我40多年的行医生涯里，见过许多让人心酸的案例。今天想跟您分享的是我的老邻居黄先生，71岁。黄先生退休后，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到公园和朋友下棋。他脑筋灵活，算得又快又准，大家都叫他棋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个很贴心的爷爷。每次孙子来家里，他总会准备点心，记得孩子的口味，甚至能背下全家人的生日。对家人而言，他是一个温暖的依靠。然而，短短半年不到，情况急转直下。有一天早晨，他的太太哭着打电话给我。黄先生醒来后，竟然把儿子当成陌生人，还慌张地说家里怎么闯进外人。他甚至找不到厕所，最后因为太焦虑而尿湿了裤子。那一刻，我听住电话，心里沉甸甸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几个月前还思路清晰的人，怎么会像被时间突然夺走了灵魂？当我去探望他时，他的眼神中已经少了从前下棋时那种光彩，更多的是不安和茫然。朋友们，这就是失智最残酷的地方，它来的不一定慢慢，而是像浪潮一样，突然把一个家庭冲得七零八落，太太心急如焚，儿女既心疼又手足无措。原本安稳的生活，因为记忆的崩塌，一夕之间全变了样。黄先生的故事不是孤立，而是许多家庭真实的缩影。他提醒我们，谁都可能遇上这样的挑战。那么，究竟哪些人要特别小心，最容易走上这条路呢？下一段我会和您整理出几类高风险族群，让我们能早一点提高警觉，提早保护大脑。朋友们，刚刚黄先生的故事或许让您感到震撼，但在临床上，我们其实能预先看到一些危险信号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。有几类族群确实需要特别留心。第一类，3高患者，长期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的朋友，脑袋就像在走一条坑坑巴巴的道路，血管反复受损，脑细胞得到的营养不稳定，失智风险自然比别人高。第二类，长年抽烟、喝酒的人。抽烟像是每天往脑袋里吹烟，久而久之，血管越来越脆弱。酒精则像慢慢侵蚀的盐水，看似一时快乐，其实一点点溶掉脑细胞。第三类，缺乏运动、长久坐的朋友。我们的大脑需要新鲜的血流来滋养，如果整天沙发坐到夜里，就像一条河流，没有活水，时间一长，淤泥就会堆积，脑袋自然会钝。第四类，长期孤单或压力大的人。很多人不觉得这是病因，但其实孤单和压力会让大脑一直泡在坏荷尔蒙里，长期下来，记忆和情绪中枢都会受损。这也是为什么失偶的长辈比较容易出现健忘和失智的情况。当然，这些风险不是命运的宣判，而是提醒我们要更积极照顾自己，知道自己在名单上反而是好事，因为有机会早一点调整，早一点保护脑袋。那么，如果从个人层面放大到整个社会，失智到底带来多大的影响？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数据看看这股浪潮如何改变了家庭与社区。朋友们，失智不只是个人的挑战，更是一个社会必须面对的浪潮。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的最新统计，目前全台已有超过30万名失智长辈，
而且平均每3分钟就增加1名新个案。这意味着在未来10年，失智人口将可能突破50万。想象一下，每一个人背后至少有1到2位家人在照顾，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课题。照顾失智长辈不只是金钱上的压力。根据卫福部的研究，台湾家庭平均每年因为失智照顾需要多支出将近30万元。更大的挑战是时间和心力。有些家属因为必须全天候守护，放弃了工作，甚至影响到自己健康。我曾遇过一位女儿，她辞掉工作，回家照顾妈妈，每天从早到晚，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。她告诉我，医师，我不是怕累，而是怕有一天妈妈连我也不认得了。这句话听得我鼻头一酸。失智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压力，更是心灵的煎熬。所以失智症不只是医疗议题，而是关乎整个家庭与社会的幸福。当数字不断上升，每一个统计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眼泪与故事。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黄先生的故事，您或许会想知道他和家人最后走到了哪一步。这段经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。还记得黄先生吗？在确诊失智后，家人一开始陷入惊慌与无助，每天像是走在黑夜里。太太常哭着问我，医师，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？我握着他的手说，这不是谁的错，我们要做的是把未来能照亮的灯基盏盏点起来。在我的建议下，他们开始做一些小改变。黄太太每天牵住黄先生去社区操场快走，不是随便散步，而是走到稍微喘却还能说话。家里的餐桌上多了一盘深绿色蔬菜和一把坚果，少了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。睡前，女儿会陪她做简单的呼吸放松，让她比较容易入睡。半年后，我再次见到黄先生，他虽然还是会忘记一些细节，但已经能重新记住孙子的名字，甚至还能陪孩子下一盘棋。那天，他笑着跟我说，医师，虽然我下的没以前快，但我觉得脑袋还在动，还能跟孙子一起玩，这就够了。朋友们，您看，失智不是一道无法逆转的墙，而更像是一条需要慢慢走的路。只要家人一起调整，每一个小小的努力都能换来一点光亮。这道光不只照亮病人，也温暖了整个家庭。那么，如果换作是您，想要现在就开始保护大脑，可以从哪几个步骤入手呢？下一段我将整理出3个最实用、人人做得到的行动方案，陪您一步一步守护记忆。朋友们，看到黄先生的故事，你一定会想，那我现在能做什么？其实不需要复杂的药方，也不是昂贵的保健品，而是3个人做得到的小步骤。第一步，走出护脑步伐。别再只把散步当作消遣，请您每周3到4次快走30分钟，走到稍微喘却还能说话的程度。这时候大脑才会分泌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，帮助记忆中心长出新的细胞。走得对，每一步都是在建造脑袋。第二步，餐桌上的灭火食物。每天1盘深绿色蔬菜，1把坚果，1周至少1次深海鱼，把甜点和杂物慢慢换掉。这些看似小小的替换，就像是把厨房的黑烟换成清新的空气。脑袋最怕的不是年龄，而是每天那个点错的选择。第3步，维持真实的连结。请记得每周至少2、3次，和您信任的家人朋友好好聊聊，不只是看电视坐在一起，而是有互动、有倾听、有分享，深度交流，才是脑袋最喜欢的健身房。朋友们，这3个步骤听起来简单，但却是最有效的护脑行动。如果您愿意，今天就可以选一个开始，因为保护记忆的黄金时间就是现在。接下来，
我想以一段温柔的结语，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您一个小秘诀，一句祝福，还有最后的重要提醒。朋友们，今天陪您走完这段旅程，我想再次提醒，失智不是命运的宣判，而是生活习惯长年累积的结果。每一次走路，每一口食物，每一场真诚的对话，都在帮助我们的脑袋更年轻，更有活力。我常告诉病人，记忆就像一座花园，浇水、除草、晒太阳，才能长得茂盛。若只放着不管，再好的种子也会枯萎。今天的10个秘诀，就是帮您浇水、护土、晒光的简单方法。在结束之前，送您一个小秘诀：每天睡前3分钟，闭上眼睛，做3次深呼吸，然后在心里默默感谢今天3件小事。这不仅能放松情绪，还能重新整理脑袋，就像帮电脑按下清理键。最后，也请记得这支影片的分享，仅供健康资讯参考，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您或家人有困扰，务必寻求专业协助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您觉得有收，或别忘了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也许您的一次转传就能帮助另一个家庭点亮希望的灯。愿您和您的家人脑袋清清楚楚，生活安安心心。下次影片我们再见。